圣旨到。陛下口谕，宣示殿尚有朝务缠身，故即日秋季不能陪同皇后前往，请皇后自行拜祭。公公，陛下还有什么话吗？陛下并无他意，请殿下保重身体。真是应了皇太后的话，我和皇上的夫妻情分真是到头了。你们先退下吧。姐姐，这么大的祭司，他居然都不肯见我一面。我进宫10年，徒有皇后的虚名，孤在这交房殿，昼长夜短，形同冷宫，了无生趣也就罢了，还受到如此侮辱。10年了，我等也等了，争也争了，忍也忍了，忍到最后都上了书，落到如此下场，成了怨偶。天命如此，我该认命了。如果想要皇上回心转意，必要从皇上的心下功夫。我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，从心下功夫，从何谈起？姐姐认识一位高人，只要请他过来设坛做法，必然能让皇上回心转意。姐姐，在宫中行巫蛊之术，可是犯了大忌呀！一旦走入风声，所以妹妹，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，就连班婕妤也不能告知。只要陛下能够回心转意，孤还有重赏。啊，殿下请放心，皇上一定会在10日之内对你回心转意。在下告辞。请。在下告退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姐姐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在宫内行巫蛊之术是死罪吗？行了，你还能大声干嘛？非得人尽皆知，害得我掉脑袋吗？姐姐，你好糊涂，怎么会出此下策？阿铁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去了。只要你不说，一定不会有人知道。术士说了，陛下在10日之内就会回心转意。让陛下回心转意，我们可以用别的办法。姐姐又何必如此呢？如果还有别的办法，我又怎么会铤而走险？我宁可放手一搏，也不愿意坐以待毙。妹妹，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姐姐，你就当今天根本没有来过交房殿，也不知道此事。姐姐求你了。见过樊宫人。
下回有此等好差时，还请宫人再知会我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也暗中安排。快从东门走吧。在下告退。拿下！大胆盗贼，胆敢来宫中偷盗，带走！走！审问的结果如何？陛下，此人是一名术士，是交房殿招进宫来设坛做法的。竟敢在宫内实行巫蛊之术，给朕查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怪不得老夫最近一直身体欠安，原来祸起于此。两位爱卿怎么看？陛下，皇后乃中宫之尊，必须守妇德安本分。可许皇后非但不安本分，反而设坛祝祖，还接连生事，力击皇上、有身孕的王美人以及老臣，如此谋逆犯上，祸乱后宫，实在是有失做皇后的资格。陛下若不早行了断，臣恐朝堂不稳，天下大乱呐！那依卿之见，朕该如何？臣以为，陛下以早行废立之事，再交由鲍氏囚禁。萧大夫意为如何？臣以为，皇后已是中宫之尊，即便难免会嫉妒偏狭，但也没有理由去诅咒陛下和大司马。此事看起来，必定是有人在借机栽赃。就算这偶人是栽赃，但是皇后请术士来巫蛊做法的事情确实千真万确。术士和交房殿的宫女都已经供认不讳。臣以为，皇后费力非同小可，陛下还要彻查清楚。太后，臣妾愚昧，臣妾与皇后请术士设坛做法，完全是为了祈祷陛下回心转意，万万不敢诅咒陛下、大司马大将军和王美人腹中的胎儿，请太后一定要相信臣妾。事到如今，哭有什么用？辩解又有什么用？姑相不相信你们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陛下相信，让三公九卿相信，让天下的人都相信。阿娥，你入宫之初，姑就告诫过你，人心是会变的，皇帝的好恶转移更是可能瞬间发生。身为一朝之君，哪一个不是后宫佳丽3000呢？新欢旧爱，你争不过来，也不必争。只要生下皇子，你的地位自然可以稳固。陛下，臣妾听闻交房殿请术士进宫设坛祝祖，真有这样的事吗？怪不得王美人小产呢。皇后请术士做法，与王美人小产有何关系？臣妾听说，皇后和班婕妤未能为陛下诞下子嗣，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先。一听闻王美人有了身孕，皇后就请术士来做法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让王美人流产呢。真有这样的事啊？那班婕妤有份吗？两位爱妃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了。臣妾知罪，请陛下息怒。朕若非念在你们姐妹二人进宫10日尚浅，非治你们的罪不可。这皇后是你们可以任意品评的吗？你们姐妹都是朕最宠爱的妃子，切记不要道听途说，
把宫里的闲言碎语传来传去，搬弄是非。哼！儿臣拜见母后。平身。皇后和班婕妤在交房殿设无驻祖之事，想必母后已经知道。儿臣前来是想听听母后的意思。皇后愚昧，铸成大错。孤虽念及亲情，但也不能以情乱政，请陛下放心。哦，那么皇后班婕妤做下如此恶事，儿臣敢问，该如何处置？孤已经草拟懿旨，请陛下过目。孤以为皇后自当废黜，迁至昭台殿，许氏家族一律驱逐出京，贬为庶民。陛下，孤如此处置，陛下以为如何？陛下，臣妾愚昧，自知死罪，请陛下法外开恩。徐娥，你入宫以来，朕自问待你不薄，你却不知足，如今铸成大错，朕念在太后的情面和你我多年夫妻的份上，就按太后的意思，饶你不死。不过，你要搬到昭台殿去。从今天起，褫夺皇后名号。不，陛下，求您不要把我打入冷宫。我之所以请术士做法，都是为了挽回你的心。陛下，臣妾不能没有你，臣妾不能没有你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。阿田，朕一直以为你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为什么会追随皇后此行巫蛊之术？回禀陛下，臣妾听闻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修身养性为善举，尚且不一定能得到福报，更何况是做邪恶之事。鬼神有知，断然不会接受不轨之徒。鬼神若无知，我诅咒又有什么用？这么说来，是朕误会你了？臣妾绝没有参与巫蛊之事。如果陛下不相信臣妾，请让臣妾去昭台殿陪伴皇后。朕也不相信，以你的为人会做这种糊涂事。罢了，你不必去昭台殿，就留在长乐宫侍奉母后吧。郑君，哥哥怕是不行了。哥哥，举君和子如都是可造之才，也是我们王家的子嗣。今后你要多栽培他们呀。哥哥，我心里明白。阳朔3年的冬天，旭娥被废黜，囚禁冷宫。兄长王凤与世长辞。就在哥哥的病榻前，我答应他提拔侄儿王莽，
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日后王莽成了改写汉室江山历史的人。许氏被废，中宫虚位。妹妹说，陛下属意谁？我们姐妹二人谁最有机会当皇后啊？永相的嫔妃应该无人能与我们抗衡。至于我们姐妹，有资格当皇后的，自然是姐姐你了。妹妹真这么想啊？姐姐永远是姐姐。如果机会真的落在你我二人头上，有资格当皇后的，自然是姐姐你呀。我才不想当皇后呢，只要得到陛下的宠爱就好。如果陛下让妹妹当皇后，那也是很好的。姐姐别取笑我了，这事啊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妹妹，你知道谁最希望我们姐妹二人其中一人当皇后？谁呀？定陶太后。如今宫里纷纷攘攘都在议论，谁将是交房殿的新主人。陛下可曾听到了？听不到，但能猜到。多大的事，就值得你们唠唠叨叨的？又不是我唠叨，是他们。是他们，朕的意思也是说他们。爱妃，怎么能跟那些鼓唇饶舌的他们比呀？那，陛下想什么时候再立新的皇后啊？不在于什么时候，只在于是谁。是谁呀？朕还没想好。不是没想好，是陛下不想说。哦，那朕来问问爱妃。爱妃以为什么样的妃子能当皇后啊？何得愚昧，哪知道啊？说说无妨。也无非是仪容出众、风华绝代吧。这是必然的，难不成朕的皇后是个母狮子？接着说。还得要德行高远、志节清白，才可以母仪天下。那是当然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爱妃不像那么愚昧吧？我就愚昧，谁叫陛下疼我啊？哎，这就是最重要的。朕的皇后一定要是朕最疼爱的，否则再风华绝代、德行高远都没有用。那陛下最疼爱谁啊？朕背上痒，先替朕抓抓。陛下捉弄我。许氏被废，中宫虚位，朝野内外纷纷扰扰，爱妃可有耳闻啊？陛下是九五之尊，皇后又是陛下身边最亲近的人，自然人人都说重视了。那爱妃怎么想？臣妾不敢奢望，一切都听陛下做主。只可惜这后宫之中，只能有一个皇后。那陛下怎么想？爱妃和何德都是朕之最爱，你们姐妹二人，朕只能立一人为皇后，这样势必就会伤另一个人的心，朕于心何忍呢？何德是不是跟陛下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，这宫里又有哪个女人不想成为皇后呢？不，他一定是说了什么，才让陛下如此烦恼。他到底说什么了？飞燕，答应朕，别因为谁是皇后的事情伤了姐妹之情。飞燕当不当皇后也就罢了，只是这何德的心思，如今我这当姐姐的也不明白了。何德那边，朕自然会好言相劝的。答应朕，别怪罪何德。飞燕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美人，又能怪罪谁呢？何德，你到底和陛下说了什么？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？那天你在朝阳殿跟我说了什么？你忘了吗？
你当着我的面一套，当着陛下的面又一套，你打算把我骗到什么时候？姐姐，你生气了吗？别人口蜜腹剑也就罢了，可你是我的亲妹妹，你怎么能用这样的手段来对我？姐姐，我永远都不会做对不起姐姐的事。那你说，你到底和陛下说了什么？我不记得我说什么了，也许是陛下误会了吧。何德，姐姐的性子你最清楚，当不当皇后我不在乎，陛下疼你，我也阻止不了，我只求得到陛下一半的爱，这样我们永远都是好姐妹。姐姐，何德永远是你的好妹妹。陛下想好了，这后宫嫔妃之中，谁最适合当皇后吗？那朕就再问爱妃一次，爱妃以为谁最合适呢？臣妾再回陛下，臣妾不敢妄自揣度天意，只是陛下朝事繁忙，臣妾不忍心让陛下为难。何德，你如此贤淑大度，真令朕感动。臣妾有幸进宫，与陛下结成夫妻情分，已经很是知足。我们姐妹二人自小一块长大，姐姐的秉性我自然是了解的。臣妾以为，此番为了中宫之位让陛下为难，已是万万不该。但若不随他的愿，伤及姐妹情分，更是得不偿失。何德，难得你如此深明大义，朕今后会加倍补偿你，疼爱你。臣妾什么都不要，姐姐要的话，就给她好了。臣妾就怕，陛下立了皇后，就再也不来找臣妾了。即便这样，臣妾心底里还是祝福陛下和姐姐。爱妃说的哪里话？在朕心中，爱妃你是无人能比的。朕疼你还来不及，怎么会舍得离弃你呢？如果有一天，臣妾颜老色衰，陛下还会来看臣妾吗？朕是不会让何德衰老的。朕要命人寻遍天下，为爱妃寻找长生不老之药。那陛下还是会在意臣妾老啊。等何德老的时候，朕会更老。到时候，老公公牵着少婆婆一起看夕阳，好不好？我姐姐性子倔强，自尊心又极强。臣妾今日和陛下说的话，请陛下无论如何也不要跟姐姐说。姐姐还在生妹妹的气吗？生气？我早就忘了。陛下很快就会立姐姐为皇后了，姐姐耐心等待吧。你怎么知道？是陛下告诉你的吗？哼，哪儿会呀？这么好的消息，应该是陛下告诉你才是。肯定是你玩的什么把戏。还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们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日子吗？那个时候，姐
姐姐和我共穿一双鞋，可是每次外出，姐姐都把鞋让给我穿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姐姐的双脚磨破了，实在不忍心，执意将鞋让给姐姐穿。可姐姐穿上鞋，却将我背起，一路走回去。那么贫苦的日子，何得一辈子都忘不了？如今我们姐妹，却几乎为了中宫的虚名势不两立，差点丢失了那份至亲的姐妹之情。妹妹，姐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何得？我们姐妹无论哪一个入主中宫，都是我们共同的荣耀。妹妹放心，姐姐以后再也不怪你了。不知不觉，孤进宫已经30多年了。从佳人子开始，每一年的春天都要赏花，每一次赏花，孤都以为这一年的春花开的是最美的。儿臣以为，这是母后心思透彻、超凡世外所致。只有心境平和，不怨不嗔，慧目所及，才全是美。儿臣敬母后，愿母后健康，长乐无疾。咱们母子已经许久不曾这般畅快。今日啊，孤看皇上心情好，想向你讨一个官位，如何？哦，不知母后要为何人讨官？此人呢，是皇上见过的，他就是你早逝的大舅王曼唯一的儿子。孤看他熟读礼义，为人端庄温良，待人也谦恭。不知皇上的意思？既是母后相中的，又是舅舅家的人，那朕就赐他为太常侍郎吧。母后，今日儿臣也想向母后讨个爵位，还望母后成全。哦，陛下请说。许氏被废黜，中宫虚位，皇后有统领后宫、母仪天下之责。儿臣以为，皇后的爵位应早日定夺。儿臣今日就是替朝阳殿的赵美人向母后讨这个中宫之尊，不知母后意下如何？傲儿，你想周全了没有啊？想周全了。你宠爱赵氏姊妹，孤没有异议。可皇后是永相的主人，爵同诸侯王，赵氏姊妹出身布衣。哪有什么布衣不布衣的？竟是些看低人的言论。这……陛下是立好了主意才跟孤说的吗？也不是。儿臣敢问母后，母后可有合适的人选？儿啊，兹事体大，还要长远考虑为佳。讨官易，讨爵位难，这就是太后的准则吧？此事在意。陛下心里早就已经有了主意，恐怕难以挽回。一旦赵氏姐妹入主中宫，恐怕永相再无宁日。太后，朝中群臣对赵美人正位中宫之事也颇有微词。哦，臣子们都如何评说？他们说，
府墓不可以为柱，人碑不可以为主。众多大臣以为陛下应当挑选品德兼优的嫔妃为后，也有人认为赵氏姐妹既无子嗣，不足以立为后。可惜侄儿官职卑微，不足以上书劝谏皇上，为太后分忧。若是你舅舅还在就好了，他一定会站出来劝谏，阻止陛下的。侄儿倒是有个办法。谏大夫刘辅素以耿直闻名，颇受朝臣敬重。我可以把太后的意思向他转达，相信刘辅为了汉室安稳，一定会挺身而出。什么谏大夫，什么刘辅，这都什么混账话！陛下息怒！不好好办他的本职，倒管起朕的家事来了。传令廷尉，即刻捉拿刘辅，听候处置。是。刘辅一介忠臣，耿直敢言，陛下怎么能将他下狱呢？简直就是是非不分。不行，孤要去见他，让他放了刘辅。太后，万万不可！有何不可？皇上原本就不满太后干涉朝政，若为一个刘辅再伤你们母子和气，到时候谁来挽回啊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刘辅人头落地吗？刘辅大人当然要救，却不是由太后出面。有个人是更合适的人选。微臣叩见皇太后殿下。萧大夫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臣接到太后懿旨，即刻赶回京师。刘大人他怎么样了？随姑一同去一趟吧。是。刘大人，刘大人，萧大人，来，慢点喝。太后，罪臣给太后请安，愿太后康健，长乐无疾。刘大人，快快请起。大人为保大节，为我大汉受屈，敢于冒险犯难，是难得的忠臣啊。罪臣命不足惜，冒死陈奏，所望陛下以社稷为重，册立皇后，关乎大汉之本。罪臣不忍陛下被私情所误，罪臣死日犹如生年。刘大人不要难过，太后此番前来探望，定会为刘大人向陛下进言的。萧大人，你回来就好了。刘大人放心，此事孤自当力荐陛下，以大人之忠贞，大人之性命同样关乎大汉之本，孤绝不作事。罪臣谢皇太后。刘大人已经被掖庭色妇们折磨得不成样子了。看来皇上是想以刘辅来震慑群臣，存心要他死在狱中，故想请你出面解救的。请太后放心，臣这就召集三公九卿中正义不阿之士，联名上书保救刘大人。陛下如今还未下令诛杀刘辅，为今之计是要争取时间，早些下手把人救出来。其他一切只能慢慢的等待时机了。人命关天，刻不容缓，就请萧大人快快着手吧。臣定当竭尽所能。
刘福胆大妄为，实在可恶。朕立谁为后，非臣子所遗言。众爱卿，此番联名上书保救，难道就不怕朕将你们一同治罪吗？陛下，刘府出言不逊，固属不当。但臣以为，刘府身为谏大夫，以往尽心辅政，有功无过，此番罪不至死。陛下惩戒刘府，意在树立威信。刘府已被打入掖庭密狱，臣子们也心存戒惧。陛下若执意不肯法外施恩，恐怕会失去人心，还将伤及陛下和太后的感情。朕作为大汉之君，连选个妻子也做不得主吗？朕今日宽恕了刘府，明日再来个陈府、王府，岂不是没完没了？陛下宽恕了刘府，尚可疏与长乐宫母子之情，下可开与臣子纳谏之路，请陛下三思。也罢，朕今日就给萧大夫与众爱卿一个颜面。不过，刘府自缢骄横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朕就罚他上荒地上做苦役吧。臣这就传圣旨，谢陛下隆恩。淳于大人，樊公人约本官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许氏被废黜，中宫虚位，皇上有意立昭阳殿的赵美人为皇后，这一点，想必大人已经知道了吧？本官确实有所耳闻。太后和皇上因立后一事各持己见，正像两把拉满的弓隐隐待发，必须有一个扯线人，让两边呢都缓过气来，大事化小。放眼宫中，能预成这件事的，除了大人，还能有谁啊？说的有理，可是你们家夫人为何不找王莽说去？她现在可是太后身边的爱卿啊。大人，王莽的靠山是太后，可大人您的呢？如若大人为赵夫人出力，等她日后登上了后位，自然会为你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的。而你也了了皇上的心愿，日后皇上也定会对你刮目相看。这其中的奥秘，也不用奴婢再多费口舌了吧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大人可以不听，那你就甘心屈居王莽之下吧。陛下，长乐宫送了些饼饵来，陛下可要用些？先不用了，拿下去吧。是。陛下为政事忧心操劳，若不勤加进食，恐怕有伤龙体呀。你是何人？回陛下，微臣是尚书侍郎淳于长，有事启奏陛下。奏。微臣不忍见陛下为册立皇后之事劳心费力，因此斗胆献计。哦，你有什么法子？站起来说。谢陛下。恕微臣斗胆妄言。长乐宫及三公九卿之所以反对赵美人入主中宫，无非是因其出身卑微。陛下只要给赵氏家族封侯进爵，就可以杜绝悠悠之口啊。可朕早就听说，她们姐妹二人自幼就父母双亡。据微臣所知，两位赵夫人的生身父母却已不在人世，可他们还有旁支近亲。陛下只要酌情施恩，此事便可迎刃而解。这个办法倒是可以一解朕的燃眉之急。为皇上分忧解难是做臣子的本分。等消息传到长乐宫，微臣可以出面去劝说太后。好，
如果你真的能够说服太后，朕一定重重有赏。是。淳于长拜见太后。平身。谢太后。淳于长，你在尚书署做得怎么样啊？托太后洪福，侄儿自当勤加学习。以后啊，要多以王莽为榜样，别辜负了姑的一番心意才是。是。太后，有件事，原本侄儿是不配管的，可是有几句肺腑之言，不吐不快。皇上与太后为册立皇后之事起了争执，已经是朝野皆知。侄儿以为，谁来当皇后事小，伤了母子关系事大。太后不如随了皇上的心意，以全母子之情。皇上啊，从小就任性，先是下罪刘府，后来呢，又给赵氏家族的人封侯进爵，全凭一时意气用事。其实皇上心中还是非常尊敬太后的。